製作思樂冰好簡單，關鍵在於水記凝固點變化。搖晃可樂會釋放二氧化碳，令瓶內壓力上升，降低水記凝固點。呢個時間放入冰箱，可樂不易結冰，取出後壓力恢復正常，可樂就會開始結冰，形成思樂冰記質感。我哋而家不如睇睇三試班林一諾同學做呢一個實驗啦。大家好，我今日會教你哋點樣整呢個可樂變成思樂冰。首先你用力搖一搖佢啦，之後擺入冰櫃度啦，等3小時，唔可以多唔可以少。如果多得滯有機會唔得，少得滯都有機會唔得嘅。而家3個鐘頭之後啦，我哋而家睇下嗰個實驗結果啦，變成咗硬角怪不夠。呢個就係嗰個實驗結果啦。